想幫小朋友打造一個專屬嘅小天地，要瞓得舒服、讀書專心，仲有位可以放玩具。今次一次過開箱5款超實用兒童房設計，保證你睇完會心動啦！先睇呢款富樂米主題上床下櫃，連轉角書台加衣櫃，富樂米鏤空圖案，小朋友超中意。床下收納櫃旁邊連埋書台，功能齊全，唔擠迫。跟住睇呢套前後錯開式上下床，設計超有心思，上下層有錯位，採光好，完全冇壓迫感。下層仲可以改裝做小書架加閱讀區，變身佢哋嘅秘密基地。想大書台又想多收納，呢套2級地台床連 L 型溫書台加衣櫃就啱晒你。L 型大書台做緊功課都可以對住個海景，心情都靚啲。中意童話風，一定要睇呢套粉嫩小城堡主題上下床，屋仔造型，配埋拱形架窗同波浪邊，趣致滿瀉。雙上床下櫃延伸書台，一間房分出2個功能獨立嘅區域，粉藍撞色，顏值高，收納勁。以上呢幾款兒童房設計，你最中意邊一款？留言話我知。